有时尚界老佛爷之称的香奈儿 Chanel 创意总监卡尔拉格斐 Karl Lagerfeld 所19日经传因胰腺癌病逝，享受85岁，而他没有留下子女，生前最宠爱的就是爱猫丘比特 Cupid， 而原本身价就不菲的丘比特，还可能因为继承卡尔拉格斐高达2亿美金约62亿台币的遗产，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猫咪。卡尔拉格斐的工作方面，在他过世后1小时，香奈儿就火速宣布由跟他合作超过30年的生前左右手薇娅 Virginie Viard 接任创意总监。至于卡尔拉格斐将近62亿的遗产，外界猜测接手的正是他宠爱多年的丘比特。其实时尚猫奴卡尔拉格斐原本是不爱猫的，2011年因朋友出国将丘比特寄养在他那边后，便对丘比特一见倾心，无法将丘比特归还，亲自出面请友人割爱。顺利将丘比特留在身边的卡尔拉格斐也确实未亏待他，不但请2名专属女士照顾爱猫，丘比特还有自己的 iPad， 甚至经常跟着主人搭乘私人飞机跑遍世界游玩，吃遍各种名贵美食。但若是以为丘比特只懂得花钱，可就大错特错。凭着主人的名气，它也成为世界上最知名的明星猫之一，时常跟名模们合拍广告，甚至还有自己的联名商品。当模特儿拍摄写真集出场费2天就高达300万欧元，约1.06亿台币。可说是不折不扣猫奴的卡尔拉格斐，曾经透露丘比特会是只非常富有的猫，这也被外界视为他拥有继承卡尔拉格斐遗产的权利，也将会是全世界最有钱的猫咪。